誌住我哋超過16000位嘅義工，正正式式獲得委任，組成咗一支香港歷來最大嘅義工團隊，為即將到嚟嘅全運會服務。自從舊年7月開始，我哋招募啦、遴選啦、培訓義工嘅過程。我哋現在組成呢支咁龐大嘅義工團隊呢，我哋有超過1000位係15至17歲嘅青少年朋友。另外咧，我哋15000位嘅成人義工當中咧，我知道有學生啦，有在職嘅朋友啦，有家庭主婦啦，亦都有銀髮一族嚇。年紀最大嗰一位咧，唔知係咪你？有80歲，16000位嘅義工就係我哋香港排頭兵嘅旅遊大使。我哋嘅希望就喺大家身上，出埋個心，要用心。頭先局長講得好好，我哋全部都係第一線接待遊客、觀眾、運動員嚟到香港參與比賽同埋觀賽，大家咧嘅笑容啊、親切嘅服務啊、好到位嘅關懷咧，都係好重要。我們承諾，定當盡己所能，團結協作，遵從義工守則，堅守崗位，以真誠態度、友善笑容，服務15運會和殘特奧會，踐行義務工作理念，弘揚奧林匹克精神。但係喺參與比賽裏邊咧，義工係絕不可少。最緊張嘅時候，有你哋嘅笑容，有你哋嘅鼓勵，就係最大嘅支持。喺度希望亦都謝大家掌聲咧，多謝大家一齊參與。開心今年有機會同大家一齊為你更精彩，而用最熱情、最溫暖嘅笑容去感染我哋全國各地嘅每一位運動員同埋嚟睇波嘅觀眾。亦都唔計較任何報酬去幫助我哋成就我哋呢個運動會，我覺得係好衷心感謝大家。